今晚上几点村口集合？村口集合去哪里？后面那个是你妈吗？那个啊，这个不是我妈，大哥，这个是小姐姐来的，20来岁，这个不是我妈来的哦，这不是你老婆啊？不是我老婆的嫁人啦。表哥，我想问一下，你敢不敢去医院去做个节育？我干嘛要做节育？我是卖水果的主播啊！你叫我去医院去做节育，我做节育我都没有搞头了哦。武大郎这个水果有没有吃过？那个武大郎有没有吃过？我怎么知道的？他是古代人啊，我是现代人啊，姐姐。我老公说，这再看你直播，让我跟你过算了，我才不要啊！你老公说，老公今晚什么时候回来？我又不是你老公。我300多斤的表妹想嫁给你，你要吗？我才不要，还300多斤的表妹嫁给我，我又不谈恋爱啊！我是来卖水果的喎。